各位弟兄姊妹平安，每日靈修，在基督裏過豐盛嘅生命。今日經文係傳道書6章1至2節。我見日光之下有一宗禍患，重壓在人身上，就係人蒙神賜俾佢資財豐富尊榮，以致佢心裏所願嘅一樣都不缺，只係神使佢不能吃用，反有外人嚟吃用，這是虛空，也是禍患。今日嘅小故事，一個視錢如命嘅守路財，將黃金藏喺後院嘅一棵樹下邊，每個星期佢都挖起嚟睇一次，對住黃金睇上好幾個鐘。有一日，賊將嗰啲金偷走咗，守路財再嚟睇嘅時候，只見空洞一個，黃金唔見咗。佢大聲咁哀哭，鄰居都跑嚟睇下到底發生咩事。然後其中一個人問道：嗰啲黃金你用咗幾多啊？守路財喊得更加大聲，佢話：我一啲都冇用到，我只係每個星期嚟睇一次。嗰個人話：黃金對你嘅作用既然係咁，以後你每個星期乾脆嚟睇下呢個空洞，效果唔係一樣咩？我哋一齊默想，係貧係富，其實不在於有錢定冇錢，而係在於係咪會享受佢、運用佢。喺默想中，再次諗下我哋自己用錢嘅態度同規劃。我哋一齊禱告。親愛嘅天父，感謝你係賜俾我哋豐盛生命嘅主。雖然我哋唔一定有好多嘅財富，但你嘅供應同埋恩典足夠我哋使用，使我哋嘅身心靈都滿足。主啊，人活着嘅時候，若是唔能夠享受你所賜嘅恩典，再長壽都冇意義。人嘅生命不在乎長短，乃在乎質量。求主幫助我哋，及時享受你賜俾我哋嘅恩福，善用你賜俾我哋嘅一切，好好咁侍奉你，同埋服侍人群。禱告係奉主耶穌基督嘅名，阿門。今日經文係傳道書6章1至2節。我見日光之下有一宗禍患，重壓在人身上，就係人蒙神賜俾佢嘅資財豐富尊榮，以致佢心裏所願嘅一樣都不缺，只係神使佢不能吃用，反而外人嚟吃用，這是虛空，也是禍患。